阿媽為咗佢將單案攬上山，佢都唔嚟探下。我真係懷疑警隊係咪請咗佢？鴉雀之女阿媽坐監，裁判官話警隊請錯人。啱啱嗰段嘢唔係我發得瘋啊，而係裁判官講噶。事關52歲嘅清潔工人許愛華，就係為咗供25歲現職警員阿仔黃金源讀大學，搞到要坐監啦。09至12年，黃金源讀緊工大會計系，許愛華為佢申領學費同車船津貼，簽名確認冇隱瞞資產。3個學年間，黃金源獲發超過17萬資助。但係後嚟學生資助辦事處發現許愛華有2筆可疑嘅存款。調查揭發3年間，佢從事3份兼職清潔工，賺咗11萬。仲發現佢有另外一個戶口，08到12年間錄得30到66萬嘅存款。查問之後，黃金源就話已經同阿媽解釋清楚表格內容，仲曾經叮囑佢要交代所有資產。控方就話咁樣隱瞞資產法會收多超過15000蚊嘅津貼。許愛華尋日承認2項欺詐罪。求情就話老公俾得4000蚊家用，叫佢問阿爸借錢同申領貸款供阿仔讀大學。阿仔事後已經還晒所有嘅涉款，政府冇實際損失。而戶口嘅存款其實係嚟自佢阿爸同阿媽噶。仲話阿仔啱啱由學堂畢業，唔方便請假，先至未有到庭。聽到呢度，裁判官就即刻不是話啦。全香港有2萬幾個警察，少過1個唔少。被告做咗幾年清潔，佢會唔知？算啦，我今次係處理被告，唔係佢個仔。仲話佢冇到庭，顯示佢冇對阿媽嘅關懷同支持，拒絕接納佢寫嘅求情信。又強調案件性質嚴重，欺詐公帑等同香港市民為敵。加上佢阿媽有預謀兼持續犯案，最終判監4個星期。我哋係查過噶啦，咁啱得咁巧，舊年入職嘅新澤師兄當中有2個同性押員，年齡差唔多，都係軍裝，一個守深水埗，一個守香港仔。警隊中人都一時搞唔清係邊個啊！有資深警官就估計，今次事件有可能會影響阿源日後升職嘅機會噶。